大家好，我係 Leon，歡迎收睇1001D Channel。曾經有一個無比強大嘅民族，四大文明古國，佢輕鬆滅掉3個，卻被中國按喺地上瘋狂摩擦，無數戰俘淪為祭品，被商朝抖進咗祭祀坑。時隔千年，只係岑參白骨，呢個民族便係元首口中嘅高等民族雅利安，而打敗佢哋嘅仲係一位女將軍，商王武丁嘅妻子婦號。1976年，人去虎好墓出土咗數具身材高大、具有明顯白種人特徵嘅人形骸骨，經過 DNA 溯源鑑定，呢啲骸骨正係不可一世嘅雅利安人。呢個發現不禁讓人驚出一身冷汗，因為雅利安人曾經滅掉4大文明古國中嘅3個，更加係俾印度留低咗，堪稱毒瘤嘅河中女星制度。如果唔係商朝將佢哋打敗，我哋就會成為下一個印度。對呢段歷史感興趣嘅朋友，仲請點讚關注。我哋而家開始。雅利安人喺西方歷史中一直都係非常害人嘅存在，因為無論係中亞定係歐洲，雅利安人都游洗過佢哋嘅祖先，並留低自己嘅血脈。尤其係經歷過德國嗰一鬧騰後，雅利安人算係徹底臭名遠揚啦。好多人單純嘅以為雅利安人就係金髮碧眼大個子嘅白人，其實不然。金髮碧眼嘅係北歐神話同日耳曼人，同真嘅雅利安人相差108000里。古雅利安人生活喺距今3000年前嘅中亞里海附近，以游牧為生。嚴格嚟講，佢哋並唔係白種人形象，只係膚色相比古印度人、黃種人更加白一啲。後嚟小冰河時期來臨，全球氣溫驟變，雅利安人為咗生存，開始咗第一次大遷徙。佢哋漫無目的去往四面八方，因為常年生活喺馬背上。雅利安人極其善戰，就好似倉皇西逃嘅匈奴，同西征嘅蒙古大軍一樣。喺冷兵器時代，游牧民族嘅戰鬥力就係天花板嘅存在，對付農耕文明有住天然優勢。第一批出征嘅雅利安人喺東歐平原上四處征戰，往東南征服印度，往南征服伊朗，往西南征服希臘，往西深入歐洲。日耳曼人不斷同當地土著相結合，繁衍出更加強大嘅後代。波斯帝國、羅馬帝國、古希臘人，幾乎所有嘅印歐人身上都冇有雅利安人嘅血脈。而我哋要特別強調嘅便係，身為4大文明古國嘅古印度，佢哋距離雅利安人嘅大本營最近，但能夠阻擋雅利安人嘅屏障，卻只有一道開博爾山口。除此之外，整個南亞次大陸便係一馬平川，根本無法阻擋雅利安人嘅鐵騎，於是被輕鬆攞下。雅利安人同古印度文明相互交融，為古印度文明嘅發展裝上咗加速器。但有趣嘅係，古印度文明3面臨海，一面係山，人口密集，基因混雜，咁然便係一個人種大染缸。縱使雅利安人能征善戰，但架唔住對方人多啊！佢哋打贏咗戰爭，博輸咗信仰，竟活生生讓古印度人俾同化啦。等到第2次雅利安打遷徙嘅時候，佢哋已經完全睇唔到祖先留低嘅痕跡啦。於是再次靠住卓越嘅武力顛覆咗古印度文明。呢次佢哋為咗防止自己被同化，推出咗毒害印度至今嘅同宗女生制度，將人按照膚色分為3、6、9等，遭到強敵欺辱不可怕。可怕嘅係嗰啲底層嘅人竟然有樣學樣，開始排斥更底層嘅同胞。俗話話：你永遠叫唔醒一個裝瞓嘅人。既然人哋樂意，揀地亦都唔好評價。都話漢族包容能力強，咁雅利安人會唔會用同樣嘅手段嚟分化漢人？如果唔係商朝擊敗咗雅利安侵略者，簡直不敢想象喺古印度文明被顛覆嘅同時，另一批遷徙嘅雅利安人嚟到咗兩河流域，嗰度嘅統治者係更加璀璨嘅古巴比倫王國。呢批雅利安人先係同當地土著相融合，建立起擁有無限潛力嘅波斯王國，並趁住古巴比倫內部紛爭之時，一舉將佢顛覆。而古埃及文明亦都被擁有雅利安人血脈嘅波斯、古希臘輪番由佢，直至徹底滅亡。4大文明古國就咁樣被雅利安人推翻咗3個，但呢個依然不能滿足佢哋嘅野心。佢哋開始將目光盯向最後嘅文明古國中國，一邊係輕鬆毀滅3個文明古國嘅雅利安大軍，
一邊係奴隸社會時期嘅商朝。呢場世紀之戰，究竟邊個先至能夠笑到最後？答案顯而易見係商朝贏咗。視頻嘅標題開頭仲有現實，都已經暴露咗答案。呢個問題就當我冇問。喺考古學家發掘出嘅甲骨文中，對呢場嘢碰撞嘅世紀之戰有住唔少嘅記載。羽將軍婦好率領商朝軍隊大獲全勝，幾乎全滅雅利安人。點解唔可一世嘅雅利安人冇能夠好似之前咁戰無不勝啦？商朝戰鬥力究竟有幾強？只能夠話天時地利人和，樣樣都係我哋沾光。咁所以先至能夠一舉擊敗囂張嘅雅利安人。先嚟講下天時。雅利安人攻打商朝嘅時候，正趕上商朝嘅鼎盛時期。莊王武丁係一位十分開明嘅君主，而第一夫人婦好亦都係當時首屈一指嘅軍事家。再加上商朝本身就係一個全民尚武嘅時代，係雄踞東方嘅軍事強國。畢竟商朝位於華夏大地嘅心臟地帶，嗰時候四周除咗胡人就係蠻夷，都係民風淳樸、十分好戰嘅存在。呢個就係初始版嘅東亞怪物房。喺呢一種環境底下，稱王稱霸嘅商朝戰鬥力更加係可見一斑。當時放眼世界，包括三大文明古國在內，除咗鐵器嘅人工冶煉技術同其他文明勢均力敵之外，土地、人口、軍備、城市規模、戰爭規模等，全部處於第一梯隊，屬於當時文明戰鬥力嘅天花板級存在。再講地理，雅利安人之所以能夠以迅雷之勢掃蕩三大文明古國，好重要嘅一點原因係因為嗰三個古國距離雅利安人嘅老窩實在係太近啦。雅利安人順住東歐平原一波衝鋒，靠住慣性一波踐踏，土著根本就擋唔住。而中國呢，雅利安人想嚟見識一下顏地嘅大好河山，得先翻過天山同二泰山，然後跨過戈壁同沙漠，擊敗西戎，先至能夠見上商朝一面。有呢一毅力嘅雅利安人可謂係少之又少，但唔代表冇。按照古籍記載，潍坊同大月氏都係有認證嘅白種人部落，或者話係雅利安後人，但佢哋人數少，生活環境差，戰鬥力唔倒退就已經燒高香啦。想發展幾乎唔可能。之前我哋提到過，喺前期游牧民族有住十分明顯嘅戰鬥優勢，一波推一波肥，肥咗跟住推，以戰養戰而農耕。民族玩嘅係後期發展，一旦發展起嚟，反手就係一波平推。咁要係雅利安人唔俾商朝準備機會，硬上咗冇關係。商朝仲有人和，雅利安人以鐵機同戰車聞名，而商朝雖然戰車同樣強大，但騎兵比起嗰啲馬背上嘅民族，卻仲有好長嘅路要走。以步兵為主嘅商朝軍隊對戰雅利安鐵騎，顯然冇任何優勢。但商朝有一支鮮為人知嘅神秘部隊，佢哋喺戰鬥中發揮咗無可比擬嘅作用。佢哋就係象兵。恐怕雅利安人亦都從來冇諗過自己將會面對乜嘢樣嘅一支軍隊。佢哋接連滅掉三大文明古國，早已經膨脹嘅不幸，我能夠想象到佢哋睇到大仗之後嘅嗰種震驚，語無力飲。商朝起源於黃河中下游，核心區域便係今日嘅河南商丘一帶，而河南嘅簡稱便係虞，係呢個字，好似唔似長毛同大象。其實早喺上古時期，河南仲係一片原始森林，有大量嘅野象喺度生活。隨住商朝嘅不斷發展擴張，人類同野象嘅活動區域相重合，商朝百姓最早見到呢個龐然大物時候，難免亦都會產生恐懼嘅情緒。畢竟嗰陣時候人平均身高仲唔高，大象卻只會更大。但睇多咗亦都就慣咗，商朝人便在想，既然馬匹能夠被馴服，咁大象係咪都能夠馴服呢？於是佢哋便開始摸索住馴化野象。經過長期嘅摸索實踐同總結之後，大象嘅馴養有咗一套較為成熟嘅經驗，而大象亦都成為咗商朝極為重要嘅家畜。大象力大無窮，可以幫手負重運輸，亦都能夠幫手耕田。如果唔係數量稀少，大象嘅地位甚至都要勝過馬匹啦。後來隨住大小戰爭嘅不斷爆發，商朝人又睇中啦大象嘅無與倫比嘅威懾力、攻擊力同防禦力，於是便讓大象同士兵聯合作戰。
呢個便係象兵。商朝會將大象訓練組成特別陣營，開戰時由馴計師驅趕狂奔嘅大象，直衝對方陣地而去。啥都唔講，人先嚇傻啦！唔跑就會被踐踏，跑咗就等於輸咗。最明白象兵威力嘅肯定係東夷族。喺商朝時期，東夷族嘅戰鬥力遠比周朝強大。佢哋唔服從商王嘅管教，拒絕向商朝納貢。商王一氣之下就要討伐東夷族，打頭陣嘅便係象兵。商朝大軍千里奔襲，按理話已經係疲畏之師，點會係民風彪悍嘅東夷族對手呢？結果緊扣象兵，便將東夷族由佢嘅死去活嚟。呢個係揼假呢？因為當時嘅戰爭有個不成文嘅規矩，就係步兵對戰步兵，騎兵切磋，騎兵戰車去對戰車。結果對面冒出嚟一群大象，呢個仲點樣打？試圖侵略商朝嘅雅利安人亦都係咁，人去發掘出嘅甲骨文由此記載。鬼方連續3年試圖入侵商朝，卻無一例外遭到咗商朝嘅強勢反擊，最終死嘅死，降嘅降，最終徹底消失喺咗歷史長河之中。直到2000年之後，商朝遺跡不斷被發現，大量殉葬坑中都發現咗雅利安人嘅屍骨，除咗類高加索人種之外，甚至仲發現咗類非洲人種。可見呢一班雅利安人冇少禍禍文明，連非洲人都冇放過。則從側面證明，當年嘅商朝確實打敗咗文明粉碎機，甚至可以話係大獲全勝。而將雅利安人打敗嘅仲係一位女將軍，都話根狀不讓蘇眉，早喺穆桂英花木蘭近1000年前。仲有一位大敗雅利安侵略者，拯救中華文明嘅女英雄，佢便係商朝嘅女將軍婦豪。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嘅說，如果呢位女將軍，中國將會成為另一個印度，被河中女生制度所毒害。婦豪係商王武丁嘅妻子，更加係一位有住雄才大略嘅軍事家。如果唔係司馬遷寫史記嘅時候唔認識甲骨文，婦豪定能夠喺史書入面大放光彩。喺安陽殷墟出土嘅甲骨文中，就有好多關於婦豪為商朝出征嘅記錄，征戰四方，無一敗績。其中比較有名嘅便係伏八抗羌，滅土平鬼。伴隨住佢嘅出擊，小國必然臣服。而平鬼平嘅便係白種雅利安人。早喺雅利安人進犯我華夏之前，佢哋便已摧毀咗古印度、古巴比倫同古埃及3個文明古國，更加係喺印度留低遺骸。萬年嘅河中女神制度，當佢哋侵犯古中國嗰陣，係婦豪帶領商朝軍隊，碾碎咗佢哋嘅狼子野心，成功守住咗商朝嘅疆土，更加係保護咗中華文明唔受侵害。呢個亦都令到我哋成為4大文明古國中唯一冇斷流嘅存在。號稱文明粉碎機嘅雅利安人，終究仲係喺更加強大嘅文明面前折咗腰。隨住中華民族越嚟越強大完善，嚟自東歐草原嘅雅利安人再亦都冇掀起過風浪，即便係最屈辱嘅100年，佢哋亦都冇將我哋顛覆嘅機會。因為中華民族嘅根扎嘅太深，或許強大嘅武力可以抹去我哋，但絕不會俾我哋屈服。喺面對外來強大勢力入侵之後，正係因為有好似婦豪咁樣不畏強敵、誓死捍衛祖國嘅英雄存在，中華文明先至能夠延續至今，成為如今世界上嘅強國之一。好啦，以上係本期嘅內容。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訂閱、點讚、轉發，感謝大家嘅支持。